皇上，婉贵人与惠贵人一向交好，今日之事。住口！便朕和太后还敢带着这个簪子招摇？皇上，保重龙体要紧。在宫廷的深夜里，甄嬛与皇帝去看望眉庄，路上遇到玲珑，也是去看眉庄。于是皇帝叫玲珑陪同一起去。华妃眼见甄嬛深得皇帝宠爱，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，无奈只得选择暂时退让，避免与甄嬛的正面冲突。皇上，是时候该翻牌子了。不必翻了，朕去皇后那儿。皇帝看完眉庄，准备去皇后那睡觉，刚刚出宫门，这时候一个人影好像是故意让皇帝看到似的，皇帝立马叫人把那人抓回来。一场隐秘的较量正悄悄展开，眉庄这位曾风光无限的贵人，却不幸成为了这场较量的牺牲品。宫女福临在众人面前毫不留情地揭穿了眉庄假孕的谎言。小主，她其实根本没有身孕，这些衣服也不是奴婢偷窃的，是小主前2天喜气到了，弄污了衣裤，让奴婢去丢弃的。那一刻，皇帝脸上的怒色如同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前兆，他的命令如冷箭般射出。眉庄欺君之罪，岂能轻饶？即日起，幽禁于宫中，贵人之位贬为答应。这一纸贬令犹如宫廷的寒霜，让眉庄的世界瞬间冻结。另一边，福临惨遭毒手，命丧黄泉，无人能够证明其遭遇。而太医刘本则被金钱所获，带着丰厚的赏银逃离了追杀，趁着夜色匆匆出逃，侥幸地逃脱了死劫。什么？刘本跑了？娘娘息怒，奴才已经派人去追了。甄嬛深知此事的幕后黑手乃是华妃、曹贵人等人，然而她手中并无足够的证据来揭露真相，也无法直接为眉庄辩护。于是甄嬛决定采取行动，她通知了自己的父亲，希望他能够派人暗中捉拿刘本，以此来为眉庄洗清冤屈。尽管甄嬛对此事感到无能为力，但她并未放弃，而是积极寻求解决之道，展现出了她的坚定和智慧。这天可真热呀，还是里头凉快多。婉贵人，你怎么在太阳底下站着呀？是不是身上霉气太重，要晒一晒出霉呀？就在眉庄陷入冤屈之际，前线西北战事却急转直下，令宫廷之中人人自危。甄嬛心急如焚，欲向皇帝求证以洗脱眉庄的冤屈，但遭到了华妃的阻挠。这位傲慢的宫廷贵妃以种种借口和理由阻止了甄嬛面见皇帝的机会，使得甄嬛的求情之路变得异常艰难。皇帝在窗边的阴影中静静地凝视着窗外的景象，心中涌起了深深的同情。而在屋内，曹贵人却趁机利用这个时机，巧妙地激发了皇帝的更多疑虑。皇上这会儿不愿听，也不愿意想沈答应的事儿，您还是请回吧。静嫔探访眉庄，当静嫔看到眉庄准备吃饭时，她意外地发现了食物中隐藏的剧毒。这一发现让她震惊不已，她深知这意味着眉庄的生命危在旦夕。静嫔的心情瞬间沉入了谷底，她不愿相信这个事实，但眼前的证据却让她无法回避。眉庄的生机渺茫，静嫔的心中充满了忧虑和无奈。华妃，他的狠毒，我如何不知道？当年是那么的防我、恨我，用那些细碎的功夫折磨我。当皇帝走出甄嬛的宫殿时，他注意到了宫门前摆放的凋谢的花朵，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怒意。他毫不犹豫地命令责罚内务府的总管，以此表达他的不满。说皇贵权坏的是，可不是嘛，打点一些小事都不上心。见皇上一早在婉贵人那边出来，迎头看见一排开败了的花儿，便生了气，打发了出去。皇后则趁机顺水推舟，将这个总管撤换掉了。然而他们都没有料到，这个被撤换的人与华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得知这一消息后，华妃对甄嬛的恨意愈发深重，她将这一切的错归咎于甄嬛。